觉得那个人感觉怪怪的。那个人是你的未婚夫。我宁愿自己是个单身。那不是那个赵王吗？对呀，他怎么跳得这么猥琐啊？还好我当时没有嫁给他，不然我就成了最猥琐的妃子了。哼，真是。这不是那个狐狸精吗？哎呀，这下皇后娘娘可没面子了。就是啊，皇上怎么把她给带来了？娘娘，她怎么来了？以前皇上金屋藏娇，大家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现在他明目张胆地把人带出来了，就不能再愉快地玩耍了？皇上吉祥，免礼吧。今日我想和大家郑重介绍，这是苏小柔，希望大家以后要对她多多关照。以前知道姑娘姓苏，不知道名字叫小柔。小柔给太皇太后请安，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情况了啦！灰灰，快醒醒啊！灰灰，你快醒醒啊！怎么能佳音倒了？女孩在偷伦家了啦！伦家花了2个4千的笼妆，别哭啊！本王脖子扭了。娘娘，怎么办？赶快叫太医啊！别担心，那小子装的。